劉慧卿議員，係多謝主席。主席，我都係當日有份，即係早一日啦，我哋被拉嗰一日係提出嘅。咁當時咧，我係睇到報紙咧，係睇到財委會主席張宇人議員咧係被訪問，咁就問佢會唔會財委會會唔會受影響？咁張議員咧就提出啦，就話咧如果係好多議員都唔能夠出席咧，佢係會打算係唔會開嗰個會嘅。咁我覺得張議員咧係即係非常之大方啦，即係佢唔會乘人之危，亦都唔係話有啲議員話要去食飯啊或者咩嘢，譬如好似今晚咪係咯，主席，咁有議員咪提出，因為佢有事唔得閒，咪喺內務委員會提出啲喎，叫大主席將個會縮短。咁大主席亦都好樂意聽到佢哋嘅意見咧，就將今晚個會咧係縮短咗2個鐘頭。咁所以呢啲事咧都時有發生嘅，主席。咁但係咧，即係今次我主要咧，我講翻咧，我自己提出咧就係我睇到張宇人議員，佢作為財委會嘅主席，佢已經向傳媒講咗。即係傳媒睇到啦嚇，可能傳媒未有機會問到你啦，主席。佢問咗張議員，佢喂財委會咁點啊？咁佢話如果係好多議員都唔嚟得咧，佢係作為主席咧，佢係唔會咧係開呢個會。咁我見到係咁，咁我覺得，而且如果係主席你老人家俾人拉咗之後咧，你想同秘書講都講唔切㗎啦。所以我哋先建議咧，你係仲係自由身嗰陣時咧，係作出一啲行動。咁我覺得咧，即係老實講，如果立法會裏邊有其他議員係邊日咧可能係被拉嘅咧，係大部分被拉嘅咧，無論咩原因咧，主席，即係我都會覺得咧，就係應該咧係等翻啲多數議員喺翻度先開會。咁你要去食飯啊？咁我梗係唔同意啦。但係唔同意，而家大主席都同意俾佢哋啦，咁咪又縮短咗個會咯，主席。好啊。喺我未請副主席繼續發言之前呢，多謝頭先2位委員提醒咗我。剛才我交代嗰件事發生嘅前後呢，係有2點遺漏嘅。第一，的確呢，第一次向我提出話要取消會議呢，嗰啲建議呢係喺星期4嘅早上呢，大概8點鐘呢，係已經有幾位同我一齊坐喺呢個添華路同呢個夏慤道交界嘅委員呢，經已提出。不過本席認為呢，我要睇下事態嘅發展，不宜過早作出決定。所以最後嘅決定呢，喺凌晨前後呢，仲要借係探訪本席作為在囚人士嘅律師嘅電話，係因為我唔可以直接自己講電話嘅，我係透過嗰個律師呢，係揾到秘書處，係由律師呢，係轉述我要求秘書去揾其他40幾位委員嘅呢個要求嘅，呢個係第一點。第二點呢，關於單仲偕議員頭先提出嘅話要揾時間開會呢，相信大家呢都已經收過起碼2輪嘅通知。就係我已經係喺星期5之後回應政府當局嘅要求呢，已經2度係揾出咗好幾個日子，係請各位表態，係唔係可以加會？所以呢一點我補充一下，喺加會嗰方面呢，我係積極嘅，咁希望大家可以配合。補充呢2點之後呢，我想請下一位